的前市长韩国瑜好选的第一场是献予已经过往的前议长柯坤元的查某囝柯彩珍。韩国瑜嘛为市长候选人郭志温来邮票。韩国瑜把这个市长的选举比如做8点档，讲若单机卖连任剧情无聊。 若是郭志温选赢，安尼整个高雄一定会砰砰赢，收视率会来抢悬，会有真侪人想要看。但期卖针对着韩国瑜8点档的讲法，无正面来回应，敢若学到韩国瑜气势真好，欢迎伊加转来高雄行行看看咧。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回来咯，头一场补选来到高雄，替已经过往的高雄市议长柯坤元的查某囝柯彩珍徛台，一个出现，虽有人对伊讲甜不的话，韩国瑜嘛来替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邮票。陈其迈连任就是第一台8点档连续剧，大家都知影，迄固定的都知影，不要再看了。柯志恩赢的就是第2档8点档连续剧，全世界华人、全台湾都在看高雄，对不对？对。11月27号，柯志恩赢了，整个高雄全部炸锅。他的气色非常好啊，中气十足，而且精神抖擞很好。 好，然后也欢迎他多回来高雄走走啦。韩国瑜用8点档比如2022高雄市长的选举，但其卖无正面讲伊看法，嘛无想要做一位男主角。柯震博士反映一下，他跟我切割爱情摩天轮了。前一暝韩国瑜郭志温讲台，韩国瑜佮问到爱情摩天轮，问郭志温现在要出歌，佮一暝爱情闪耀人的话题继续咧谈。问国民党的候选人，好，那爱情摩天轮的政策是不是要延续？那当然，只要对我们高雄的任何的一个产业能够有所振兴的话，我们都会好好的来做一些的研究。但其卖甲问题他等去互对手，佮讲到爱情摩天轮，郭志温无出歌，国庆日迄暝韩国港台拼选战，高雄市长但其卖暗时是去嘉善参加小拿亚祭，双方阵营伫咧无共款的所在，用无共款的方式争取市民和选民的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